日期3月11號，天天讚美神禱告文。聖經經文，因為上帝嘅國唔在乎吃喝，只在乎公義、和平並聖靈中嘅喜樂。羅馬書14章17節。哈利路亞，讚美主，因你係叫人蒙拯救脫離仇敵嘅神，公義公平嘅上帝啊！你嘅寶座係永永遠遠噶，你嘅國權係正直噶，你係大施慈愛嘅，求你顯出你奇妙嘅慈愛嚟。你係拯救我脫離起嚟攻擊我嘅人，求你保護我，如同保護眼中嘅瞳人，將我隱藏喺你翅膀嘅蔭下。我嘅主啊，你係我嘅力量，我要歌頌你，早晨要高唱你嘅慈愛，因為你作過我嘅高台，你亦都係我嘅避難所。我嘅力量啊，我要歌頌你，因為你係我嘅高台，係賜恩同我嘅上帝。我要喺萬民中稱謝你，喺列邦中歌頌你，因為你嘅慈愛高及諸天，你嘅誠實達到穹蒼。你係我嘅上帝，我要切切咁尋求你，就係喺困難中，亦都要仰望你嘅慈愛同埋應許。我喺你嘅殿中，為要見你嘅能力同埋你嘅榮耀，因你嘅慈愛比生命更好。我嘅嘴唇必頌讚你，感謝主，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禱告，阿們。